各位觀眾，以下係2026年4月12日嘅澳洲主要新聞。首先關注全國能源同民生成本問題。澳洲聯邦政府宣布，將會推出一項全國性節省燃油宣傳行動，呼籲市民喺日常生活中採取簡單措施，以減少燃油消耗，應對國際局勢帶來嘅能源壓力。總理艾巴尼斯表示，雖然目前澳洲燃油供應仍然穩定，但中東地區局勢持續緊張，可能影響全球能源市場。政府希望提早做好準備。當局建議市民可以透過保持車胎氣壓正常、減少急加速同急剎車，以及合併行程等方式，降低油耗。政府亦強調，暫時未有計劃實施燃油配給制度，但會密切監察市場情況。有經濟分析指，如果國際油價持續上升，未來幾個月澳洲汽油價格可能再度上調，對家庭開支造成壓力，尤其係需要長途通勤嘅市民。接住係昆士蘭一宗令人關注嘅不幸事故。喺昆士蘭東南部，一名7歲女童日前喺一個熱門水域遊玩期間失蹤，當局隨即展開大規模搜救行動，包括出動警察、消防員同志願救援隊伍，並使用直升機同無人機協助搜索。經過數小時搜索之後，救援人員最終喺水域中發現女童遺體，證實不幸身亡。警方表示，目前初步相信事件屬於意外，稍後會將案件交由死因裁判官作進一步調查。當局再次提醒家長，特別係喺天氣轉熱嘅季節，帶小朋友到海灘、河流或湖泊活動時，必須時刻保持監護，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。澳洲每年都會錄得多宗兒童溺水事故，安全組織呼籲家長為小朋友安排游泳訓練，並學習基本急救知識，以提升安全意識。再睇體育方面嘅好消息，喺悉尼舉行嘅全國田徑錦標賽上，澳洲年輕短跑運動員古特喺男子200米決賽中跑出19秒67嘅佳績，成功打破20秒大關，創下全新澳洲紀錄，成為本地體壇焦點。呢個成績令佢成為歷來最快嘅澳洲200米跑手之一，亦令外界對佢未來參加國際大型賽事，例如奧運會同世界田徑錦標賽，充滿期待。教練表示，運動員仍然非常年輕，未來仲有好大進步空間。團隊會繼續加強訓練同體能管理，希望喺國際舞台取得更好成績。體育評論員指出，呢項突破有助提升澳洲田徑運動嘅關注度，亦可能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運動。至於天氣同區域消息方面，鄰近澳洲嘅新西蘭近日受到一個強烈熱帶氣旋吹襲，多個地區出現狂風暴雨、水浸同停電情況。氣象部門表示，部分地區嘅降雨量已經達到警戒水平，當局需要緊急疏散部分居民，以確保安全。專家指出，雖然氣旋目前主要影響新西蘭，但澳洲東岸部分地區，包括昆士蘭同新南威爾士州，未來幾日可能出現較強風浪同降雨，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氣資訊。氣象部門呼籲，特別係沿海居民同從事海上活動人士，應密切關注天氣預報，
避免喺惡劣天氣下出海。最後簡單講下經濟同生活成本方面。最新調查顯示，澳洲家庭對生活成本上升嘅憂慮仍然持續，特別係食品、房租同能源費用。部分零售商表示，隨住運輸同能源成本增加，未來幾個月部分日用品價格可能會出現輕微上調。經濟學家建議市民審慎管理家庭開支，並留意政府推出嘅補貼措施。以上係今日嘅澳洲新聞，多謝。